根據香港特區政府衛生署最新嘅數據，現時本港有超過200萬人患有不同程度嘅常見或者慢性疾病，市民嘅日常生活亦受到一定嘅影響。為此，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得到中醫藥發展基金資助，推行中醫藥防治常見疾病之推廣計劃。本計劃咧精選咗12種香港常見嘅都市疾病，並製成短片。短片兼備咗學術性跟科普性，從多個角度為市民科普，包括中醫嘅辨證論治、西醫嘅專業知識以及病人嘅真實體會，希望能夠讓中醫藥嘅知識獲得更好嘅推廣，讓市民大眾獲得更多實用性嘅資訊。我哥哥咧幾年前咧就其實佢一路都有呢個三高啦，直至到佢中風咧個過程咧就係其實屋企人唔知嘅，因為本身佢揸的士啦。直至到就係有一日佢喺屋企就話啊我要小便啊，咁但係佢喺個廳中間咧，咁佢就當係去咗廁所啦，咁就即時就要送佢入去醫院啦。咁經過醫生診斷之後咧，就話佢其實咧佢有中風嘅跡象。中風嚟講咧喺香港裏邊咧係10大死亡病之一嘅，佢20%嘅人咧不但止有生命危險啦，仲有甚至乎有啲後遺症。會偏癱啊，會有好多行動障礙啊。初都唔知道佢有事嘅，就係佢譬如原來揸的士咧，佢試過撞到呢個停車場嗰啲欄啦，咁賠完錢就算啦。咁收尾到佢中咗風出咗事之後咧，我哋就不斷收到交通部嘅傳票啦，佢有衝紅燈啊，即係違規交通條例嘅嘢。基本上嚟講，中風咧就分括2大類啦。一個咧就係缺血性中風，咁呢啲同食煙好大關係嘅。咁另外一個咧就叫出血性中風，咁呢個同糖尿啊、高血壓啊、肥胖就好大關係嘅。咁但係當時當然要去做 MRI， 咁就我哋同咗佢出去照完嗰個報告攞翻去俾醫生睇之後咧，其實佢個腦咧就有好多笪地方都中咗風。唔係一次，係佢有好多次嘅中風跡象。咁另外一種補充少少咧，一個叫小中風。咁小中風嚟講咧，通常都係缺血性嘅，就係啲血塊啊、血小板塞住某啲血管一陣，咁大約24小時之後咧，佢就會平復落嚟嘅。咁好多人又疏忽咗呢啲叫小中風嘅問題。咁如果唔處理嘅話咧，起碼5年內咧，佢發生嚴重中風咧，起碼係即係4成至5成嘅。中風咁係中醫嘅病名嚟嘅，喺古代。咁風係乜嘢咧？中醫認為風寒暑濕燥火都會影響到病，而中風好多時嘅臨床嘅病人咧，都覺得自己好似一陣風吹埋嚟，我就暈咗啦。咁呢個暈咗好多時咧，近乎於西方醫學，當出現咗啲腦血管嘅意外，譬如個腦嘅缺血啦、腦嘅血管嘅爆裂啦，從而產生咗一系列嘅症候群，咁呢個係中風啦。開始就要食藥啦，咁其實佢都喺醫院住咗一段時間，咁轉咗去療養院又住咗一段時間之後，咁初咧大小便都有啲失禁嘅，咁開始經過藥物之後咧，就其實一路都有好轉。喺中醫嗰度咧，成因嚟講咧，飲食係絕對有關係嘅。食得肥甘厚膩之物多嘅人咧，佢就會容易誘發中風，例如一啲痰濕內阻嘅症型啦。同埋一啲肝風內動嘅症型，咁同埋一啲氣虛血弱都有影響。中醫認為咧，如果脾虛夾濕嘅人咧，特別容易會誘發中風。咁而譬如有啲肝風內動，譬如捱夜啊、緊張啊、壓力大啊、唔夠瞓啊，又飲食失節啊，又會影響到佢容易突然間猛整動腦咧，又會影響到中風啦。朝頭早我食早餐啦，就先雙蛋啦，通粉啦，
唔夠飽就再食加啲麵包啫。咁就一份早餐唔夠食㗎。然後都要再去買麵包，啲好甜啊，譬如菠蘿包啊、雞尾包呢啲咁啦，咁到午餐咧，佢要食一個乾炒牛河咧都唔夠嘅，即係其他佢啲行家咧食唔晒嗰啲咧，即係俾佢都會食埋佢嘅。咁日積月累咧，吸收得太多即係唔健康嘅食物啦。咁其實佢有三高之後咧，其實佢有睇過醫生嘅，咁醫生有俾藥佢嘅，但係咧佢因為佢唔中意食西藥嘅。咁所以咧變咗咧，佢就其實原來一路都冇食藥。咁冇食藥之餘咧，所以一有事嘅時候，咁就變咗咁嚴重啦。咁另外啲人咧，飲食好多人興減肥，唔食都有機會影響中風喎。食得好少啦，身體氣虛血弱啦，同導致到加埋好多時譬如啲慢性疾病嘅病人，好多藥物加埋一齊，而導致到身體呢個虛弱咧，亦都會誘發到中風嘅喎。另外一種想補充少少咧，就係啲比較上後生啲嘅人。咁通常嚟講咧，佢哋本身嗰個動物同埋植物咧係有啲畸形嘅天生。咁同埋咧有啲咧佢本身嗰個血管嗰度咧，亦都係有啲腫瘤喺度。咁呢兩類咧就通常喺後生嗰度嘅，就好不幸地喺後生咧就好容易中風。我哋叫做即係爆血管。我哋就請咗位菲傭咧，就嚟照顧佢啦。咁其實個情況一路都好樂觀嘅，佢康復得好好。1年前啦，因為菲傭姐姐唔做啦，咁因為我哥哥都比較高大，咁好難請到一啲菲傭照顧佢咯。咁因為佢其實冇入去安老院而離開姐姐走嗰陣時咧，有8個月時間咧，原來佢係冇食藥嘅。咁當佢一冇食藥嗰段時間咧，其實就好明顯睇到佢個情況走下坡，即係會開始會可能有啲失禁嘅情況。咁收尾入翻去安老院之後咧，因為真係好定時食藥，其實佢而家個情況比喺屋企仲要好咯。失禁嘅情況係連啲姑娘都話佢好少嘅。咁我哋中醫咧就會好個性化嘅。我哋會好特別，會為一個病人去睇，除咗會參考現代醫學角度，睇下佢啲驗血嘅報告啊、家族嘅遺傳史啊，甚至乎我哋睇個腦嘅 CT 啊，同埋一啲其他嘅影像嘅檢查啊，咁然後我哋去評估翻個病人究竟係中臟腑啊，定係中經絡啊，同埋再分症型啦。例如痰濕嘅，我哋會覺得特別要去瘀活血化痰。咁如果佢係虛嘅，我哋要補氣同佢通經絡同埋活血。如果一啲病人係特別肝陽上亢、易怒啊、猛疹啊、心情好波動嘅，中醫認為同個肝陽上亢嘅關係，肝火旺，我哋要平肝息風，甚至乎要調養埋個情緒啦。喺中醫嗰度咧，我哋會內外兼治嘅。例如，我哋認為有啲病人咧，我哋急性期可以即刻急救，用一啲針灸嘅喎。例如針人中啦、內關啦、會針豐隆啦，我哋甚至乎喺遠端度點刺放血，喺腳板湧泉嗰度同佢點刺，目的係引血下行，等佢減低個腦嘅出血。咁我哋發覺咧，好多病人頭半年咧，好容易會再中風嘅喎，甚至乎咧唔止一次嘅中風喎。爭取翻頭半年咧及早嘅治療，我哋會將佢分得好細嘅。譬如急性期嘅時候咧，我哋鼓勵病人要及早要疏通啲經絡啦，但係當然要辨證啦。譬如實嘅就要瀉之，虛就要補之。嗱，中藥裏面有一啲叫補陽還五湯，係好出名醫治中風嘅。咁就係因為有啲病人，譬如有啲缺血性啦，或者閉塞性嘅啦，或者去比較虛弱嘅脫症啦，咁啊之後啲氣血虧虛得好犀利，咁我哋一邊要補同埋去瘀活血兼治嘅呢個情況。咁但係當然去到中後期，譬如有啲痰濕型啊，或者有啲病人肝陽上亢嘅好猛陣嗰啲，我哋要疏肝啊、理血啊，就唔係一氣呵成。中醫除咗係治病之外，特色就係治未病。咁中醫認為咧，人係要天人合一，順應自然。嗱，我哋不時不食，後天嘅
飲食習慣、生活習慣、食煙飲酒，情緒好大影響啊！都係咁樣影響到。情志嘅管理咧係好重要一個環節。當你個肝成日怒，個人成日猛整，成日情緒波動，你就要好好調養。其實幾年啦，即係由佢發病中風之後幾年時間咧，其實佢一路嗰個康復過程都好理想嘅。尤其是佢入咗去而家安老院1年啦，我哋覺得佢比起喺屋企未入安老院之前咧，個情況係好好多，因為佢有定時食藥啦，同埋喺安老院食嘢係好清淡啦。除咗話屋企人即係可能一個禮拜會同佢出去食飯，咁但係變咗個人咧就好健康啊。雖然佢而家叫做行路慢啲啫，佢好穩陣嘅。喺我哋家人咧覺得佢嗰個康復情況係好理想咯。